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天要跟恁讲的就是讲，对啊，哥哥呢？喂，你有食当咸吗？讨厌，你把人家的秘密都讲出来，那是你生冷油哦，我要食当相咸。对倒去啦。啊！咱哥哥讲的是讲，你食饭食食菜的时阵，你的菜煮有足咸的无啦？哦，你是讲用面的食当咸是哦？啦，你食当咸哦，会影响到你的目睭的视力。哈，甲有关系？啊，甲油脂嘛是有关系。是啊，你看，你食当咸、食当咸、食当油啦，即款的物件哦，绝对唔通啊食甲安尼重，轻轻啊就好啊。油啊一点啊，爱咸啊爱一点啊就好啊。你若讲无咸食袂落，添一点啊就好啊。上好迄咸吼，足恐怖啊！迄咸来食咧吼，会过迄压，过迄压了会去压迫了这视神经，视神经啊愈来愈弱，愈来愈弱，到尾青眉。哎呦，我拢重口味的呢。安尼唔是安尼尔呢，佫会伤到你的腰子呢。腰子吼，甲目睭佫有关系啊。你最近会流目睭袂？哎呦，有小可哦。我看你拢淡淡安尼。有啊，迄化妆类拢会佫倒掉。安尼哦，迄就是啊，安怎知？安怎？白心啊。安尼，不然我摸都无幸福啊。你较注意的，较注意。真正呢，我若食饭吼，无咸的食袂落；食面无咸的，我嘛食袂落。哎呦，啊，真正我啊，我煞咧炒油嘛，我足油的，我才爱食。哎呦，买啦，爱节制啦，对啦，对不？少盐少油啦，嘛是爱少糖。啊，而且吼，即马就侪时大人因为上班族无闲嘛，啊，所以拢和小孩子去买一寡素食、快速食品，快速食品，然后引起一寡迄小朋友吼性早熟。嘿啊，然后无就是整个那种生理时钟拢乱起来，那你知无？这样不好。唔是安尼尔啊，过安那？过讲迄一只鸡吼，差不多20几个死无。啊，这就恐怖。报纸有报啊。哦，一只鸡讲。发20几的20是，几的是，啊，我咧背唔敢互恁记咧。吼，虽然我若家己伫来厝内煮物件，拢足注意的。吼，咱话尽量互我咱的囝吼，咱食较清淡的。而且吼，我自己啦，为着要家己健康吼，我拢食素食哦。我即摆拢跟你共款啊。最近哥哥嘛，咱有在对我食素食咯。咱丽吼无简单的，啊，那无简单，伊影响阮大家啊。啊，古早环保筷大家一起用哦。你拢也袂啊，你拢也袂啊。我今日开始嘛食素食。阮即摆拢开始食素食。但是我食素食嘛，感觉温险的。我重口味的。阮一丝丝也袂要紧啦，真正爱控制一点点啊，增加迄个气味就好啊。啊吼，等下食饱，食饭时间要到安尼吼。对啊对啊。啊，食饭之前爱先看啥，大家敢知？轻松佮趣味的得叫。哎，是啊。仔哥敢若无伫内面呢？哎呀，一定咧房间的嘛。我看吼，有咱对后壁爬塔门来找仔哥。安尼好哦。人家麻烦啦。直接找啊就好啊，什么代志？袂啦，袂麻烦啦。等你两个人徛较开啦，徛较晚，徛较晚。仔哥，歹势，原来是你哦！我唔知影当作迄款的是古来声啦，歹势。啊，他是我有啥代志？免歹势啦，讲啦。仔哥，啊，我是感觉你还有心理准备啦。先啊有心理准备。对啦，仔哥。你无感觉恁某迄个少年嫂啊，对你安尼怪怪？怪？是安怎怪怪？伊对你敢若无讲真关心安尼啦。
回来对我足好呢。无啦，我是讲晓呢，是讲晓的。哎，我你讲话安尼提提突突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查甫囝讲话直接，莫在当阮世角，敢若袂说交阮18万呢。哦，是，我唔想你个性。来，请你讲。迄代志是安尼啦，再过来你吼，你得要娶起来呢。哦，我讲人生哦，本来就会死，到有啥物通好惊的啦，惊啥的啦？问题是讲哦，你会安尼唔知安怎死的哦。免想遐济啦，死啊，逐工过了快快乐乐，想遐济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再讲，你佫真是看遮开哦。亲像我这年纪哦，会用讲棺材软一半，当然嘛想开啊！那再讲，我看到恁某吼。安怎啊？无啦，你生得真水啦。你讲我嘛知影，你认为我水。嘿啦嘿啊，不过若是我无嫁予财哥，是实在哩，无一定我会嫁予你哦。财哥，咱阁有足侪代志无做呢。啊，对啊，这袂记。哦，我先来走，你来开讲。无想无想。哦，他叫我师母的了。君啊，喂，我来伊甲你洗目尾哦，无怪你，敢若长大人。这润顺。甲润顺。这种查某囡仔，伊真有够苦。没啦，我感觉真亲切了。切你的头啦！你若甲这款查某囡仔做朋友吼，安怎死的你唔知咧？没啦，那这个货色哦，那讲牡丹花下熟，做过也风流，无甘烟。快看！哎呦，本来要将代志拢讲出来，结果迄少年所也出现啦。本来要讲出来，佫又佫转去啦。但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啊，袂用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本来要将代志拢讲出来，结果迄少年所也出现啦。本来要讲出来，佫又佫转去啦。但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啊，袂用哦。这件代志吼，一定爱讲互财哥知。你拢无发现到，迄财哥足信任因某呢？就是因为足信任的哦，才会死愈紧啦。哎呦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，这件代志吼，一定要找机会哦，甲你财哥讲互清楚啦。对，一定。哦，咱两个啦，袂歹哦。食饭营营两个走来交红咧约会哦。什么约会？啥咧？上高约会？啊，约会就约会啊，佫惊人知来佚佗的。啊，规个秘书姐拢嘛知恁两个代志对，啊，佫惊人误会。会长，莫讲这个代志啦，这个代志我要请教你哦。迄个财哥吼，伊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故事？啊，哪会出手遐尼大方，一捆啊就摕50万来大民宿？因兜好野人上。有啦，财哥吼，确实是真有钱啦。啊，伊做人嘛真心性呢。啊，是讲有当时啊，伊安尼行为哦，搞怪，定定互人杀无涨啊。会长，我是想要请问你吼，你对迄个财嫂啊，有了解偌济？我对伊是无啥物了解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听财哥咧讲哦，讲伊即个少年某是伊的学生啦。学生？哟。财哥是咧教啥物款的学生啊？然后伊是做老师安尼？伊教啥物款，做啥物老师，我是毋知啦。啊，毋过我知影财哥即个人哦，伊足无爱人问伊的事的啦，除非伊家己要甲恁讲。啊，若无吼，恁要知影伊的代志，绝对足困难。恁两个嘛感觉足奇怪呢。啊，恁是安怎遐尼关心财哥啊？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是安尼啦，我甲你发现讲这个少年所啊吼，要来谋杀财哥啦。是啊，一定是为着钱。真是嘞。谢谢。
在哥，吼，你足趣味的呢。你讲的故事吼，哪会遮好笑啦？我甲你讲，这吼只是我所讲故事其中一点仔部分尔。你若真是互我讲落去哦，三暝三日，保证你听甲真心百倍，一点仔都袂爱困。我相信在哥会能力，而且吼，在哥即摆住伫阮遮呢，安尼我逐工拢好听的故事通听。无问题。袂用志啦，伊即马哦身体较歹，爱加休困，袂当伤操烦啦。哎呀，佩玉啊，你免紧张啦，啊内底有种听就要听，你嘛好表现一下啊。哎呦，每一遍哦，你讲到你的兴趣，你啥物白听拢袂记啊。小慧人叫小慧打老困。我是你的太太哦。哦 ，Yes sir，sorry。嗨，哦，来宾真老者，我会当参加一份无？啊，欢迎，欢迎，谢谢。哦，我伫外口听你安尼有讲有笑，啊，真好耍吼。嘿嘿是。啊哥，你敢知？在哥吼，你讲故事互我听，哇，趣味，真正足趣味的。啊，才过你会讲故事哦？你想讲我老啊，干这老大人的代志啊。我著看一般老岁人拢嘛是透早吼4、5点就起床啦，啊遐摸啦，啊困一下中昼啦，搁煞入去庙口遐看迄个大樟青啊树，啊看，啊转去则搁看一下连续剧，啊那看那嗨，接着就睡困去，啊见讲过去，啊睡讲睡袂记，一般拢嘛是安尼啊。后摆的你就是安尼，我才毋是你讲安尼呢。啊，人食老了吼，袂用食饱营养。爱找代志家己去做，啊无就是伫遐，但是安尼是唔对的。对啦，迄吼在个的思想吼，一点仔拢无像老人哦，伊是比你这个不良的中年人更较有活力。咱人吼活了爱乐观啦，吼啊，逐工代志看照开，啊上条想当着困难解决哩，爱有自信，爱有目标，啊上重要。啊，那你的目标是啥？啊，哈哈哈！那我的目标就是逐工快乐，快乐吼就是我上好的良药咯。哦，喂，仔哥啊，听你讲起来，你已经真乐观的人，啊，你两个翁某感情该真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啥？阮的感情本来就真好啊。毋过哦，我若听青仔甲阮姊啊讲什么，有听着讲你要害死仔哥呢？哈？毋是安尼尔，我说咧哦，你甲一个少年囝伫公园咧约会，你要解释？啊！莫非你真是要害死仔哥，要霸占仔哥的财产？我敢讲唔对哦。猜错啦！我哪里错？错在吼，你拄则所讲的遮吼，是我即摆要出册上好的故事啦。啊！你要出册哦？对啦。再个是一位作家，我是他的助理。阮这边哦会来住民宿，其实呢是因为要写书。啊，顶边你伫咧公园内底看的迄个人啊，就是出版商，是摕采购写的稿子交给他。哦，还知吼？我吼调过去叫佩玉啊，甲恁骗讲辩察，目的就是要了解讲恁的人性。爱看你的反应，将你所有一切来当做我写故事的这内容啊！仔哥啊，一切拢是假哦！我用这部就是要来吼试探恁人性啦，啊，看着恁遮的人所有的反应啊，紧张啊、无知啊、烦恼啊，哦，这吼也就是我所要写故事的依据啊！哦，安尼这些我知影啦。再过你这人的个性就是讲，爱看别人安尼疑神疑鬼，啊，达成你的快乐，是不是呢？这一次你答对了。对啦。去运动，家己爱洗哩哦。啊，会啦，你放心啊，佩玉，呀，小等下一寡稿子哦，你小整理一下吼，啊，整理好是叫出版商来摕。好啦，我会整理你的。我不管你的讲话意思啦。不要啦，我唔答应啦。你一定要答应。唔答应。爱答应。不可能。爱答应。不可能。啊，你这底下是咧插三会。
哎呦，仔哥啊，你甲听看咧啦！我这个开心民宿吼，我是安尼用心计较，一直咧甲顾好，请伊，结果吼这生意愈来愈好啦尔。我这个唔食小弟啊，搁要甲卖掉啦，安尼你讲对唔对啦？哎呦，仔哥啊，我咧听我来讲起来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不爱做民宿，我咧感觉我唔对。你无爱做民宿，我你现在做啥啦？我要学仔哥来这做一个作家。你怎么讲啥？你要做家，唔是我这个阿姊啊嫌你哦。那你的头壳吼，无人知个会巧啦。你想要做家哦，啊，搁真久咧啦。不要紧啦，我只要拜仔哥做老师嘛，慢慢学咧。哎，好，好啦，我个人感觉吼，民宿即嘛是新兴的行业，生意嘛超好，你应该好好经营才对啊。我袂瘾啊，做民宿无前途。你也看嘛，我大家拢走伫遐，我拢无家己的时间，拢无自由呢。啊，我安尼，这我的青春拢浪费伫遐，我不爱。无安尼，你莫做不要紧，互恁姐姐去做，你做你家己爱做的工作，安尼。安尼我较无通，人外口讲我靠阮这生活，我米糖呢。哎呦，仔哥，你莫插你啦。规日吼，我是用这间民宿才甲伊安尼食到正大汉的啦。不过咱吼，我就是无可能带回卖啦。内送你唔通袂记哩哦，这间我有股东哦，你分我卖，卖我一分，安尼袂使哦。你若讲吼，我都无承认你是我小弟。好啦，大家爸爸讲啊，莫生气啊。免啥物讲啊啦，你若无承认我嘛无承认你阿姐啦。你讲，我讲啦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晚要甲咱讲的就是咱的俗语民间信用歹运。哦，歹运哦。咱若当了歹运真正吼，好运袂来啦。人讲吼，偌歹运呢，挖山山拔，挖壁壁倒。哦，啊若挖低调咧，死的猪也无啦。哦，安尼有影真歹运啊！这水个会连宗呢。水啊，甲水汪汪咧。水汪汪。真的啊，即有当时啊吼，你若有当时啊水吼，无论做什么代志拢水。哦，刚刚都水几套的吼。哎呀，像讲咱业界吼，有真侪迄个呢。人的某，女艺人哦，女艺人哦，大家拢安足拼死趁钱啊，来饲规家伙啊，煞了搁饲因翁，因翁煞了做什么头路，做什么倒一个行业，拢倒，拢了钱，因某无怨言，嘛是搁甲支持。你讲做啥物头路倒吼，你搁会当谅解啦，就上解就是去饲小三的哦。当时啊吼，这个查甫搁饲。还有大陆诶，什么包二奶哦，所以讲真正有够衰啦，也有衰，这种女艺人就真的是很衰。是。这唔多人讲诶，人若衰，种牛啊生菜瓜。哦，是唔是？对啊。什么？唔是安尼尔啦。都唔是安尼哦。迄衰有当时啊，你坐椅啊就衰啊呢，坐椅啊去互夹着。什么安尼变出来看，我叫鸡痛着，头后咧我叫雷公卡着，你才有衰。安尼人生就无意义啊啦，但是伊若讲到雷公，我就去想着。咱你拍高尔夫吼，真正爱知意。爱知意。迄拍高尔夫，你若你落雨吼，的时阵绝对唔通拍，一定要休困。你拍高尔夫，这种铁啊，迄支啊，对，球杆拢铁啊，伊就安尼拍嘛。那你落雨，这引电嘛，伊就安尼拍。拄我讲的这就是真水。哦，一定咧拍。哦，真正水。雷公一来。真为遮引电，开始电了，拄安尼，自细拢安尼拢无目哦。再规身乌都变红相。我听你咧整暗啦。讲一个运气啦吼，人讲好运的着时间，歹运的着烦恼火。这就是吼，我印象中哦，拢有迄庙遐啊，若咧闹热时阵啊，有时拢会请迄个歌舞团啊，是卖药仔团啊，吼，为着要吸引较侪人来啊，就用摸彩的啊，上好的就是时间嘛。
上摆就欢乐会嘛，所以就是好运的叫你讲迄物理团啦，你拢以前咧装卡嘛，对，装卡拢爱叫花啊，烤花，你讲烤花咧，烤花的意思就是讲烤人。来开始。来，哎，楼顶布拉卡厝边报数卡，阿公看那把小酒小菜进来看，吼，一行40-50名来，甲咱的大庙埕吼，哦，邀请着1粒3、2粒40斤大香，进来看，慢来看一万内卡，你就看庙，啊，半半人收缩，你就看无，紧咯，吼，7点准时要开演了，来，开始播啊啦，无简单的，你刚才一定捌做过的。我感觉做物理啊场，做啥2年啊？哦，我嘛差不多做2年。你有做过啊？系啊，生意拢真好。真好。系啊。我是知影吼，迄卖药啊团啊来吼，啊若咧卖药吼，人阮阿公心肠足好。阮拢无咧卖药。即马细罐的吼，较等下就讲换大罐的，换大罐的，讲买2送1。阮阿公当咧钱，做事人实在是就是无啥钱啊啦。啊，阮阿公讲，哎哟，迄吼安尼人做卖药吼足辛苦的吼，一定爱共交关。是讲我真佩服，就是恁像恁咧卖迄种物件，有诶物件恁家己嘛毋捌看过，还是讲今日才拄啊摕到即个物件，你要安怎推销？那就搞哈。啊，我想到啊，我今日我当做商品，恁两个来推销我，来，看有人要买。各位人客吼，咱各位人客，咱目睭不要紧，咱若要选某爱选即款的，就会当互咱食点心。你个来我过，你啊看，咱要娶某爱看伊的尻川，爱看尻川，尻川你啊看，若大个圆，即款的就是高生，一体生12只。啊，都毋是猪，即摆是咧介绍猪母的。你安尼当哪有要买啦？对啊，有介绍油锅，哦，这烫伤的烫伤的油锅，对啊，火甲你点落后面是个哦，真正是，这烤仔嘛就好呢。先用花火来甲烫个放炮，刚好一点过来，迄五方个外油嘛，车子不可算。讲实在，咱咻一个时间呢，经过足久咧30分钟又搁到，你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对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，奉劝咱大家吼，人讲3年一运，好歹教轮啦，咱的什么代志吼，家己做好准备，总有一天你的呀。出头天。细汉时，人拢笑我憨头憨面，出头天，甲亲像海角天边。平常时，无人唱歌一句一字，彼当时。不知人生爱做自己，一路行来，总是有苦有甜。你是我的王理由，我感谢你。四界流浪，牵手走。